梁山伯送完英台，回到书院，师娘告诉三伯，英台其实是女儿身。山伯对18相送一路上英台的各种暗示恍然大悟，遂收拾行李赶赴英台家中相会。在赶路过程中，山伯一路回想，又喜又羞，因为又走了18里，而且呢是对之前18相送英台的暗示的回应，因此称为回18。好，让我们掌声欢迎原湖州小百花范派弟子蔡新芬老师再次登场。
对。